他大概有送了两亩，我看这明年送吧，明年送吧。弟弟，过来。一起，这边来了，玲玲，薛玲的玲玲服装，后面那个是小七。这个送5斤的。好啊，还有没得猜的？不要猜了啊！好，没事儿，你后面还有几个？还有。现在几个？这儿送5个吧。我都没清，好像20个，那就5个。还有5个。啊。好，这儿过来。好。东西掉了。丽丽小区5斤，刚刚没拍到他。哎，那个10天回来，这个全之前10天过后。这不够快，时间太短，人太多，不知道拍什么，每个都想拍。